花东铁路开通伫1912年1月25号来到凤林火车头。凤林火车头是日本人第一个加水加托库斯的站点，因为这个水 pH 值8.0，加伫蒸汽火车头内底，袂造成伊的管路阻塞。伫1912年，大量的日本人都来这。1914年，就伫遮设一个移民村。为什么日本人会来这设移民村？凤林的土嘛是日本人伊要爱的，所以1912年日本人来了后，开始种甘蔗。等到17年，佫加入这个薰草，这两个作物拢是伊要爱的物资。后壁迄都是薰仔茎，这就是薰草。上届济的时阵，凤林地区种到1800架，薰仔茎拢总设73间。这就是三层楼这个形式，伊就是介标准的大阪式薰仔茎的形式。台湾人接受这个产业了后，伊就是用一条绳啊，安尼束起来。薰草搁伫这边过来穿过，绳啊扣起来了后，就来绑起来，用绑的啦，绑伫这个竹篙的边啊两边，就来送去内底砍树。外口的灶坑兄茶，火机来送入来，火机就会伫铁管内底软，阮用8工内底保持72度。就有法度这10层的圆啊，吊挂800罐的薰草，同齐来砍树行回搭。日本人来遮了后，爱介济台湾人来替伊来收集物资啊。起码迄个时阵，客人伊是规个家族啊，毋管大细汉，查甫查某，拢做一届就来。所以日本人嘛，看到咱的迁徙习惯，伊就特别来募客人过来做行客。所以尾后日本人战败离开台湾啊，凤林67%是客人，生活大家拢因为客人产生介大一个变化。遮客人庄吼，因会做豆腐传统豆腐，然后会晓做豆油，会晓做豆腐乳。阮凤林臭豆腐的特色就是放韭菜啊，韭菜臭豆腐啊。因过毋捌食过泡菜，是后壁大汉去北部了后才知影有泡菜臭豆腐。阮细汉是拢食韭菜，因为阮遮是客人庄，因过几乎家家户户，大家厝边拢有菜园啊，拢大家拢会种韭菜啊，就地取材吧。方便啊，所以食臭豆腐时阵，因为就是放韭菜嘛，自细汉食惯势，就感觉介下味啊，所以大汉了后就是想讲家乡的特色嘛，就是食安尼，所以就开始卖韭菜臭豆腐安尼。阮遮嘛有人客吼，专家坐火车来食韭菜臭豆腐安尼，因食的拢讲口味介独特，嘛介清爽，介好食。来讲到凤林，第一会想到剥皮辣椒啦。剥皮辣椒伫凤林，算讲已经做出知名度啦。这辣椒是我开发出来啦，因为这个灵感是来自于我当兵，厨房它会有烫一些辣椒，然后放酱油，迄阵就研究讲甲去皮安尼，结果反应足好诶，无形中就这样做起来了。嘛来凤林佚佗啊！阁是一句话，你要熟悉一个地方的特色，一定爱牺牲淡薄仔时间，你才有法度较深入了解到在地的文化。